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篇，传道书第1章第1到18节，马太福音23章29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空虚。在中文圣经的翻译，传道书是以虚空来翻译传道书里面最重要的字眼。台语的翻译说空虚但是台语的意思是完全没有的了空意思非常相像，但是如果把字的次序颠倒，意思就会差很多了那从希伯来文的字havel 来这个翻译成英文叫做 vanity， 这个的意思是说虚荣啦，他是追求浮华啦，或是说这个人是非常自大的NIV 的翻译比较有趣，他说 meaningless， 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啦。你追求的虚荣，追求的浮华，追求的自大，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或者进一步来说，就是说无论是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的人生，原本他是所追求是那么的浮华，但是却不实在，那么的灿烂却是虚空，那么的精彩却是暗藏孤独。如同一位明星，无论是影歌、运动，或是他在任何一方面都非常出名，这样的一个名人，在他当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粉丝，似乎是非常的受欢迎。但一到等他星运中落的时候，可能就不再有人们处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了当寂静来临的夜里，他可能只有孤独一个人，这样的时候，他大概可以体会这个希伯来文 havel 的深层意义了。知道在我们的周遭里面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是非常害怕黑暗，也有不少的人害怕自己一个人独处，他们会感到孤独，他们会感到寂寞，特别是在设宴之后突然的寂静，笼罩的寂静，又看见满桌的狼藉，满屋的空洞，满地的垃圾。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来说，就是说即便是奢华宴乐，却是没有意义，因为那些都是短暂的，那一些追求的都是表面的。去年从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以后，美国可以说差不多封了将近17个月，再重新开启。许多的公共场所都不开放，礼拜堂的礼拜大部分的时间也是被禁止聚会的。有许多在教会里面年纪较长的基督徒，他们在情绪上，在灵上面都受到极大的影响，因为呢，很长的时间没有跟人实际的接触，他们感到心灵空虚，他们感到害怕、孤独。我们开始要回来想今天的经文传道书，但传道书的背景到底是什么？传道书的作者是谁？那他为什么会写下传道书？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思考了一般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，那他在年老的时候呢，是写了传道书就是说他年老之后，他有写
箴言，有些传道书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年老的时候，我们将所罗门王的生活分段落，除了就是当了国王之后，他分大概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之前也提过了，他就是上帝问他说你要什么，他跟上帝要智慧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一个年轻当王的所罗门王呢，他是以智慧在当世代闻名于世啊，那到处呢都有人来进贡，来追求他的智慧啊。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啊，他当时候呢拥有非常多的粉丝啊，那也因为这样子，大家都来找他，都来进贡，所以他拥有了当代的绝对多数的这种珍奇宝物，也享尽了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，甚至他还拥有了这个后宫佳丽数千人。在中年的时期，可能因为他儿女成群，所以他开始著作了箴言，那一般俗称的劝世文，劝勉他的众子，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，让他们知道要听父母亲的教导。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猛然的回首他的生命，他发现以前所拥有这些荣华富贵、金银财宝、后宫佳丽、儿女成群，到头来都成了没有意义，都成了虚空，都成了 meaningless。基督徒与一般人都一样，很难免不在这个学业上、成就上，甚至说的职业啦、事业上啊，还有我们说的财宝上面，都在追求。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的，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以上这些东西吗？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，人生的终极目标吗？是去拥有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一天都要逝去。因为再富有的人，再怎么样有权力的人，再怎么样有影响力的人，当他的生命结束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更有可能因为后代的子孙为了遗产而大打出手，上法庭翻脸不认亲。这样的拥有，在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世界上有2位伟大的君王，在他们死前都想尽办法要告诉世界，人生到头来，到最后只是一场虚空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《传道书》的作者所罗门王，他就著了《传道书》来表达、来传递人生是空虚的、虚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另外一位是古希腊的君王，30岁他就征服了半个世纪，君士坦丁大帝。他要人在他的棺材旁边挖了2个洞，2只手伸出去，空空的，代表人死了无法带走世界上任何他所曾经追求的这个浮华的生命。这也提醒了我们，虽然我们追求曾经拥有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些都不会长久，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所求的。